主席，我支持姚永議員嘅議案。市民呢都期盼安居樂業嘅生活質素呢，亦都希望可以不斷咁樣提升，希望可以住大啲、住好啲，亦都係大家嘅共同理想同埋目標。北都嘅發展呢，唔單止係帶領香港發展經濟嘅一個新引擎呢，更加係改善市民生活嘅重要嘅項目，係長遠人口政策嘅重要一環。近日呢，我哋喺收集5年規劃嘅一啲意見嘅時候呢，其實深刻呢都感受到呢，社會呢有一個好清晰嘅共識嘅，就係我哋唔可以再依賴短期嘅紓困一次性嘅派錢嘅行動去做一啲被動嘅一啲應對，係應該要把握好國家15規劃制定香港首份5年規劃嘅一個咁樣嘅黃金窗口期呢，為香港思考一條長遠可持續對市民同埋商界互助互利呢，同時亦都可以能夠支撐到我哋人口高質量發展嘅一個道路。大家咧普遍都認同啦，居住嘅空間啦，唔止係房屋嘅議題啦，更加係牽動住人口留住啦、家庭嘅一個生育啦、人才嘅扎根嘅一個根基嘅政策。現時大量嘅家庭咧長期住喺啲細嘅單位，甚至乎好擠迫嘅一個環境之下咧，直接壓抑咗組織家庭啦、生兒育女嘅一啲動力。香港婦聯咧上年咧就做過調查，顯示咧超過80%嘅受訪者咧認為居住空間咧係狹窄咧，有超過70%嘅受訪者直言啊，佢哋覺得咧經濟壓力同居住環境擠迫咧係直接影響佢哋生育嘅一個主因。而香港青聯嘅研究亦都發現，其實居住空間咧不足咧，就令到唔少嘅年青嘅情侶咧寧願同居咧就唔結婚，亦都唔少青年咧就因為冇穩定同埋寬裕嘅一啲居住嘅場所啦，選擇咧推遲甚至放棄組織家庭。嗱，呢啲咁嘅現象咧，唔單止加劇本港嘅低生育率啦、人口老化結構性問題啦，亦都削弱咗我哋香港吸引外來人才同埋青年家庭落戶香港嘅一個競爭力。所以咧，打造宜居嘅一個居住環境咧，係一個完善人口政策、穩住長遠發展嘅一個必要工程。香港地少人多呢個老問題咧，令到過去好多人咧，即使想推動人均居住面積嘅時候咧，都因為市區發展飽和咧，係好難去達到呢個目標。但係隨住北都發展呢，係可以提供到超過3000公頃嘅新土地去發展啦，係可以提供超過50萬嘅呢個住宅單位啦。更重要嘅係咧，北都咧係可以由源頭做好一啲規劃，重新訂立人均居住嘅標準嘅板塊，改變以往高密度、高數量、輕質素嘅舊有一個發展嘅模式。香港2030年加嘅規劃報告之中咧，就已經假設咗新增嘅單位平均面積咧增加1到2成作為全港土地需求推算嘅基礎。可見咧，政府已經有決心、有目標去提升人均居住嘅面積，令到香港更宜居。我認為咧，北都嘅未來嘅興建嘅新公屋項目咧，亦都可以作為試點，率先咧放寬咗公屋人均嘅編配嘅一個標準，同時咧為香港嘅一個公屋標準咧改革啦，累積一啲相關嘅經驗。私樓方面咧，過去都有唔少嘅納米樓啊，令到好多人咧覺得越住越細，廚房啊、客廳啊、睡房基本上係同一個空間入邊，居住嘅生活嘅環境咧，空間太細咧，好難令到有生活嘅質素，更加咧唔使諗話去組織家庭啦。政府喺2022年咧喺賣地條款引入咧最低一個面積嘅限制咧，每個單位最少要有280平方尺啦。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嚟嘅。北都未來咧會有唔少嘅私樓項目啦，政府亦都可以咧考慮下透過一啲地契條款等等啦，鼓勵一啲發展商咧提供一個更加適切嘅一個戶型嘅設計咧，俾一啲家庭去居住。另外咧，北都嘅一啲建設咧，亦都要引入一啲更完善嘅一啲生活配套啦，令到滿足到市民嘅一啲需要啦，令到成個社區咧更加舒適，做到真正嘅宜居。北都咧其實係牽動緊我哋香港未來嘅發展嘅關鍵嘅項目嚟嘅，將影響咧香港人口嘅可持續發展啦、宜居城市嘅建設啦。只要有足夠嘅空間配套齊全啦，環境宜居咧，我哋先至有條件咧留得住我哋嘅家庭，我哋可以先有條件咧吸引我哋外來嘅人才，為香港長遠人口嘅政策咧落地生根，建立一個穩固嘅基礎。我謹此陳辭，支持今次議案。